到11节。旧约圣经创世纪37章第1节到11节，白话字圣经第42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银幕。雅各徛起迦南地，就是伊的老爸徛家的所在。雅各的细系记伫下面。约瑟17岁，甲伊遐的兄三甲过洋。伊是一个囡仔，甲伊的老爸的细姨赫拉的囝、色帕的囝常常斗阵。约瑟将因遐的兄的歹品行，甲伊老爸讲，但以色列疼约瑟较赢过伫疼伊的正囝，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生的，伊甲伊做一领彩色的衫。第4节，约瑟遐的兄看见老爸疼约瑟过头伫疼因，就怨恨约瑟，袂话甲因讲和睦的话。约瑟梦见一个梦，甲伊遐的兄讲，因就搁较怨恨因。约瑟对因讲：“请你听我所梦一个梦。咱伫园内下5角，我所下的起来徛，恁所下的围围来拜我所下的。”伊个兄因讲：“总毋你真正要做阮的王嘛？真正要管辖阮嘛？”因就为着因的梦甲伊的话，搁较怨恨伊。第9节，后来伊搁梦见一个梦，伊也甲伊的兄讲：“你看，我有搁梦见一个梦，有日月甲11粒星在拜我。”约瑟甲伊的老爸甲伊的兄讲，伊老爸就责备伊讲：“你所梦见这梦是怎样？总无我甲你老母、你兄弟拢要拍地拜你嘛？”伊的兄拢怨恨伊，伊的老爸用这话记伫心内。以上，请蔡牧师来讲道。题目是新的一年，因为梦想来伟大；新的一年，因为梦想来伟大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都爱欢喜快乐啦，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一个新的开始，受上帝的同在。望咱的教会，咱每一个兄弟就像圣经讲的，袂你去后面，爱向头前所踩的标继续跑走。靠主大有欢喜，靠主得到喜乐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万关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深信你是听阮的主，也是甲阮三角地地的上帝。主啊，阮一生的日日拢伫你的手，阮恳求你时时刻刻甲阮三角地地，这点，互阮领受你的话，通过你圣神伫阮的中间，甲阮启示，然后有通听耳康，有受教的心，安尼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你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安尼讲啦，人因为有梦想，人有梦想而伟大。人因为有梦啊，所以变了非常的伟大啦。其实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愿望，拢有伊的愿望，拢有伊的梦通做的想象的空间啦。所以我看见咱的教会，是咱的周报新的一年，所以咱的周报嘛拢换新啊，这嘛是针对咱50周年。我看到一个热气球，不断点悬，一直起哩，一直起哩。这嘛代表咱伫新的50年，一个喜年开始的时阵，是毋是咱对未来咱的教会要有新的展望啊？那毋望咱伫头前所跑走的路，有上帝恩典继续引带啦。所以毋望咱伫新的一年，我相信你同款。那对你个人，对你的家庭，也对咱的教会，拢有新的寄望。梦定定会当支持一个人继续
头前行落去一个上好的理由啦。当咱踏入去一个新的一年，你对你家己有什么款的期待吗？你对你家己也阁有新的什么款的梦在做吗？我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，你拢会当经历上帝真奇妙的带领，甲伊的作为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我拄仔讲，人因为有梦，会当变做真伟大。基督徒的人生，因为有上帝，互你有梦通做，互你的人生更较有意义，互你有无限的可能性。现在咱所读的圣经，咱看去约瑟甲伊的一生的经历，就通用伊做过的梦来做代表。什么叫做做梦？梦伫圣经内面就是异象。咱讲老人买当有异梦哈，老年人做异梦，年轻人有异象。所以我嘛感受到讲，其实约瑟就是一个有梦有异象的人啊。你看去圣经描写，有一摆，当约瑟去看兄哥远的时阵，这兄哥就是对这个人讲啥物？甲约瑟讲：你看，迄个做梦的来啊，做梦的来。这句话可能有轻视的意思啦，是毋是伫遐咧空思妄想啊？伊是毋是一个爱面梦的人啦？但是约瑟是一个真正会做梦的人。伫咱信主了后，咱有一个梦，迄是上帝予咱的，因为迄是对天顶来的。你相信今仔日，就亲像你祈祷文所祈祷的，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啊啦，亲像伫天里。你若无有这种的梦，你无法度将现今的世界，甲将来永远的画面，甲伊连做伙呢。所以，这嘛是约瑟所有的经验啦。因为这个梦真清楚，互约瑟的人生开始有一个真明确的方向。伊嘛知要安怎来面对伊人生头前的道路。请问你，当你蒙恩得救了后，你是毋是捌做过什么款的梦啦？还是讲你所做的是什么款的梦啦？当然，我咧甲你讲的，毋是讲你伫遐伫咧幻想，伫咧空思妄想，看要伫。敢若伫世间，你会当得到偌济成就呢？我更较要紧的是要来鼓励咱兄弟姊妹，伫你信主了后，你为着互上帝旨意得成，你是毋是用国语讲梦寐以求？你是毋是这种的梦，互你想要来达成？你心中所看虑、所纪念的，到底是甚么？你是毋是常常甲主祈祷讲：主啊！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照你的旨意，互我所梦的、所想的，拢会当得到实现。因为你伫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会当心满意足啦，阿免。所以我要开始分享第一项来讲，约瑟有超越这个困境的梦。上帝常常照着梦，伫伊所听的人讲话啊。若是有人听上帝，其实上帝一定会向伊显明啦。上帝向咱讲话有足侪方法的，70%的方法，感觉是通过这本圣经。圣经是上帝对咱直接讲话上介重要的部分。有真侪兄弟姊妹讲，我拢捌听到上帝声。我个人兄弟们，新的一年，你要稳困来读圣经。真正上帝要通过这本伊家己的话，因为圣经是人生的说明书。圣经要你明白你头前安怎行，才是世界甲合得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同款，上帝嘛通过其他的方法
来对你讲话，对你显明。这就是上帝听你伊一贯的做法，因为上帝爱你明白伊的心意啊。当你真孤单、真痛苦的时阵，你更较需要主。咱看去约瑟，其实伊对少年开始，虽伊的童年时期甲伊的青少年开始是真顺利啦，但是咱看伊17岁了，伊拄着足多挫折甲困难。伫忧伤、孤单、痛苦的时阵，上帝互伊有迄个梦，伫伊心内，你知影产生偌尔大的安慰甲快乐。若是有人讲，伊听上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是上帝所认捌的。你听主，主绝对知影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你有常常感觉讲，啊，有时吼，敢若拢无互人去注重，常常我足侪时阵是互人忽略的，互人看轻的，看无上目的。但是亲爱兄弟姊妹，人会当将你放袂记你，但是上帝永远袂甲你放袂记你，上帝甲你记条条啦，因为你的名刻伫上帝的手掌内底，你的名字在神的掌心，这圣经有写，你的名嘛伫天顶的生命册内面，所以上帝无袂记你。上帝要为你拍开一条永远荣耀的路啦。约瑟伊对上帝来梦，互伊的心思意念，互伊对人生头前有盼望，互伊开始伫伊的态度顶悬嘛无佫共款。咱看去，当伊有这个梦，伊嘛真天真。就来甲伊的兄哥讲伊的梦，甚至嘛甲伊的老爸讲伊的梦。但是你知影，这10个兄哥无心善啊，无稀罕啊，这什么梦？搁较来，伊嘛唔相信有这种梦啊。搁较惨的是，这兄哥一直积极要破坏这个梦啊，毁掉这个梦啊。当困难一波一波，亲像海涌压过来的时阵啊，都亲像要甲你规人淹甲过，互你袂喘气的时阵啊，是毋是你会感觉真艰苦、真紧张、真无奈？到底这是什么款的代志？当你我咱面对最困难的时阵，你面对你生命中这难题的时阵，是毋是你还阁有梦通做？是毋是你还阁有清楚的意向伫你的面前？兄弟姊妹，搁较侪困难，搁较侪失败，你犹原爱坚持落去，你千万唔通放弃。约瑟一生确实充满足侪挫折，我看见伊嘛捌灰心。其实伊嘛失志、失望，伊嘛受到伊的兄哥、伊的亲人的反背、出卖，甚至后来伊嘛互人诬赖、诬告。但是约瑟一生有一个真重要的品格，就是有勇气，伊坚持，伊吞忍，最后互伊会当伫信心。伟人的中间，咱看伊嘛是在信心的名人排行榜里面有的啦，对不？圣经内底嘛不断提起约瑟，所以我要甲咱讲，真重要，咱做来讲，唔通放弃你的梦，来。虽然一开始会真辛苦啦，当你有这个梦，我感觉约瑟就是伊有这个梦。但是有这个梦真好，毋过是真艰苦的。17岁的约瑟，17岁才高1高2安尼哪样呢？一个青少年，
但是有两个，互伊永远拢无法度袂记你的梦啊！伊是一个做梦的人，做什么款的梦？其实我就感觉这两个梦真阳光、真灿烂呢，真特别啦。创世纪37章第60到第70节有记载，约瑟伊甲兄哥讲的第一个梦，安尼讲，请恁听我所梦见的梦。咱伫园里下五谷，我所下的拢起来徛，恁所下的拢围来来拜我所下的。你看你听了会生气啊未？搞这种代志，哇！你细汉你要做大哦，敢有影咧？吼，这兄哥是只有生气甲愤怒。煞接第9节，佫记载伊另外做一个梦。佫去甲伊老爸讲，讲后来伊佫梦一个梦，也甲伊兄哥讲你看，我佫梦见一个梦，有日月甲11粒星伫拜我。哇！你看到这个这么明显，伫遮讲起有日头。有月娘，日头月娘就代表伊的爸母啊。所以后来伊老爸讲，敢讲喊老爸老母嘛爱甲你拜，爱甲你跪。11粒星代表伊11个兄哥兄弟啊。约瑟所做的梦，是毋是真特别？但是是充满梦甲荣耀的。咱看见这个梦有两个图像啊。第一就是地面上，迄个五谷所下起来，迄个河群；一个是天顶的日月星辰啊。无论是伫地上的祝福，也是天顶的祝福，拢甲伊的梦有关系啦。如果约瑟的梦会当实现，安尼得到的都毋是干那伫地面上的哦，嘛是天里的。因为这是对上帝来祝福。你知后来约瑟个人做埃及的宰相啊，有一天伊嘛趁到着伊的兄哥兄弟啊，要来买这个啥物牛食嘛，因为饥荒啊，所以爱来买这个牛食的时阵呢，就伫这个小弟的面前啊呐拍败，跪落伫这个约瑟的头前。后来伊的老爸，迄个小弟嘛来到伊的面前，来到埃及底下屈服伫伊。你看见伊的梦变做是真的啦。但是约瑟呢，你看见伊伫青少年的时阵，伊真单纯、真天真，一直要甲伊的厝里人分享伊的梦。但是结果所带来是，互伊的生命更较侪的苦难、挑战，甚至长时间的痛苦。总是约瑟无因为这困难，就放弃伊的梦啊！对敌常常会用尽各种的办法，魔鬼嘛用尽各种的空芳，要来阻挡上帝对你一生的计划甲旨意。但是毋茫约瑟一生的经历，你听见，你明白了，藏伫你的心内，藏伫你的头壳内，互你会当学习，嘛会当互你得到激励，搁一摆互你来点到你心中，伫你心内，上帝互你的印象，互你的梦，你要抓条条，毋通放。毋通放弃，因为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安怎？凡事拢会啊！所以我甲咱提醒，你千万毋通放弃你的梦。虽然有时你的厝邻的人拢无支持你，你四周的人拢不会看好你，但是你嘛毋通放弃。
对我讲，约瑟将伊的梦分享伊的厝里的人，老爸反应是甲伊责备啊，兄哥的反应是怨妒，是纷争，无讲迄个和睦的话，就是讲迄歹听话，甚至搁要甲杀死。若毋是求情，伊早就甲杀死啊！总是嘛是甲抌落去咸坑内底，听后有机会甲伊卖掉啊！你看约瑟，伊有梦，但是并无得到伊厝里的任何一个人甲伊认同呢。有可能你厝里的人听到你讲一个理想，听到你讲一个梦，伊讲啊，莫含面啊啦！啊，你唔好做戆人啦，你紧放弃啦。可能你厝里的人嘛，无法度体会你所有的欢喜，也是痛苦。若是这个梦甲意象是上帝予你的，你就的确爱搁较迫切来祈祷上帝，互这个意象当继续甲你掠条条。你嘛唔通清清彩彩就放弃上帝予你的梦甲意象。上帝一定要成就你，唔管时间要用偌久，你会拄到的困难，你的环境有偌艰难啊！但是上帝想要伫你的生命中完成的事，伊一定会帮助你，互这个理想、甲这个梦来实现的。所以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你千万唔通放弃你的梦。虽然这个过程真辛苦，咱的教会行过50年，毋是清清彩彩的呢。迦南教会今仔徛在拜伫新德中的第一坎的呢。咱伫即个通是遮尔重要的上吊留在的所在，伫火车头的边啊。今仔咱已经行过50年的路啊，头前搁一个50年，咱的确唔通嫌艰苦，嘛唔通自得意满。莫讲啊，咱即马咧足好啊，哦，啊满足啊咧，袂使。有时咱真简单。真容易伫过程中间，啊，咱计划，计划拢达袂到，拢无法度完成，啊，这计划无效啦，啊，咱莫阁继续啊，啊，咱无一个目标，我看咱教会真好啊，周报内底拢写目标，偌久爱做啥物事，咱真好，这就是咱的梦啊。但是有时你感觉无亲像你想的遮尔顺利的时阵，啊，妈啊，我放弃啊！啊！我不爱啊，我不爱做啊，我要离开啊，我拢不爱啊。但是为什么约瑟伊无放弃啊？因为约瑟对上帝遐得到极大勇气甲信心，互约瑟有法度继续坚持落去，伊无放弃伊的梦。每一摆约瑟勇勇要放弃的时阵，伊就发现。上帝一摆搁一摆，互伊体会到上帝伫伊的身躯边，上帝甲伊同在啦。真侪造物对约瑟来讲，其实一点仔都无合理，你知无？你看伊拒绝伊的主人的太太对伊的要挟有无？我都徛到遮正，啊，个人害，搁爱落去监狱内底。啊！我就是老爸叫我安尼送物件来看哥哥，啊，因着你顾样安尼，我安尼逐项做，伊就是感觉啊，我都有这个梦，我都甲你分，安尼敢唔好？吼，毋过事与愿违啊！伊做出来逐项代志拢颠倒摆去，都做对的代志，结果出来效果拢变歹。有时若是安尼，你敢无法度搁坚持落去？但是对上帝来讲，上帝永远知影伊的下一步，上帝嘛永远知影你头前要安怎行，所以你要互上帝来带领，因为上帝掌管你的明仔载，阿们。上帝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上帝，他是昨日、今日到明日永远不改变的神。
所以要求上帝帮助你，互你的生命中因为伊得到改变。我要搁甲你讲，你毋通放弃，毋通放弃你的梦。虽然这个梦的实现，爱搁一段时间，需要真侪时间也好，无有一步登天的啦，无可能一步就到位的啦。你知影约瑟17岁，伊几岁做宰相？30岁。这中间伊足足用13年的时间，上帝帮助伊实现伊的梦啊！这13年的日子是非常的艰苦，对于做梦到梦的实现，这条路毋是一开始就拢平坦的，拢是顺利的呢？毋是啊！咱敢若讲哇，咱愈爬愈悬，愈行愈顺，毋是呢？伊愈行愈低，愈行愈惨，敢若袂输一条路好的路，行甲愈来愈弯曲，愈来愈下落去啊！圣经描写讲，约瑟其实是一个足特别、足得着疼的。你看，上帝天顶的阿爸爸，上帝疼伊啦。这12个兄弟姊妹中啊，伊甲11个比起来，伊是特别聪明、特别巧，伊会晓做梦，阁会晓解梦的人呢。含伊地上的老爸嘛，疼伊到这个地步，讲呐，做彩色的衫互伊穿，对无？这兄哥无毋知万度。无一个人亲像约瑟遮好，天顶的老爸、地上的老爸拢疼伊啊，遮尔疼伊。本来伊是穿这个彩色的衫，但是后来兄哥将这彩色的衫给脱起来，给踢破，目血，互伊当作敢若是去互动物野兽去夹死的安尼吼。这是老爸所予伊的，就叫做老爸心痛痛的一个记号呢。伊毋若彩色的衫脱掉，后来啊呐，佮穿迄个犯人的衫，就去监狱内底爱换一个犯人的衫无？从彩衣变球衣，你知道吗？互兄弟甲等落去咸坑内底，后来甲卖到埃及，最后佮用互穆拉佮送入去监牢。约瑟所行的路，无想到要实现这个梦。这条路一步一步，毋是愈来愈悬呢，是愈来愈低，愈来愈歹。若是安尼，你要继续行落去无？你要继续倚靠上帝无？这样长的等待，最后，甚至你也知影伫监狱内底。伊捌甲人解梦对无？但是得到帮助人所甲伊放袂记你呢，伊定定互人袂记你啊。但是上帝永远无袂记你。最后，伊看见上帝安怎为伊开道路。你相信旷野上帝替你开道路，沙漠替你开工课。后来你看约瑟，伊毋若救赎伊的规个家庭、规个家族。最后咱嘛看伊等待，上帝互伊甲伊的兄弟各一摆和好。上帝有伊的计划，上帝有伊的时间表。当你甲我伫即个梦要实现的过程中间，你千万毋通因为时间会拖较长、拖较久。好亲像你感觉这个梦无梦啊，达袂成啊，你就放弃。你千万爱记哩，上帝永远甲你相同行。你要持守伫上帝内面的信心，吞忍到落尾啊！最后说不是这样讲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吞忍到落尾，必然得救啊！所以。迄个应允的祝福，都因为你的坚持，会当得到啦。第二部分，甲咱分享的就是约瑟有对上帝来的梦啦。所以有困难无要紧，困难试炼是要来发展你，要来锻炼你的。所以毋知你即马是伫什么款的所在，
是伫你人生有时真高峰，有时是真低调，有时你伫关山，有时伫山谷，有时你感觉你黑暗甲看无头前的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毋通放弃发展你家己，因为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儿。当你感觉即马别人互你的拢是无公平的对待，也是你遭遇的是足大的试炼，兄弟姊妹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将这困难甲试炼当作是你试炼你的机会甲方法啦。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机会甲方法最后要成做你的祝福。困难不是你的绊脚石，困难是你的踏脚石啊！互你打过这个困难，要往头前，搁超越过去啊！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9节安尼讲，保罗先生咧甲咱讲。讲若是阮即号宝贝是放伫土的器躯，是瓦器里面土的器躯，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，毋是做出伫阮。阮凡事受患难，若是无困迫、为难，也无失望；拄着困着，也无受放杀；受拍倒，也无死无啊！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。好啊，本国语的圣经讲，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哦。你四面有足多敌人哦，但是无会包围掉了哦。心里作难，却不至于失望哦。这最艰难，你心内底结鬼球，安尼足艰苦的。但是你拢无失望哦。遭到逼迫，却不被丢弃。哇，这多人甲你压迫，这么多人甲你伤害，但是拢你无受到弹伤，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哎，拍甲饲甲落地啊，但是无死哎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功课，每一个困难的环境，人生所遭遇的打击，拢要真做咱学习，互你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轻调上帝，真宝贵的功课哎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上帝永远甲你同在。无论环境甲过程偌尼艰苦，上帝永远要甲你伫地。上帝目睭紧紧看，上帝要保护你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安尼讲啊，讲你无得惊吓，因为我要甲你三脚伫地；你无得软弱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对约瑟来讲，伊知影要感谢上帝，因为知影上帝一直保护伊、保守伊，上帝无袂记得伊。但是上帝当安尼甲约瑟同在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嘛的确要甲你同在。我相信上帝要帮助你伫未来这个新的这一年中间，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，伊要逐工逐时刻甲你伫地。但是你会记你今仔日透早读圣经的时阵，可无说出咱读圣经时读到什么？什么诗篇第1篇就开始安怎讲？你要昼夜思想，你要认暝默想上帝话啦。你要逐日来亲近上帝，上帝永远无离开你。所以要互上帝来提醒你，来祝福你。对约瑟一生，咱知影是上帝甲约瑟提悬的。谦卑的人，上帝要升悬伊；骄傲的人，上帝要降低伊。有时咱拢感觉我靠家己啦，你家己推荐家己，无就是要看我有啥物人做我的目睭无，做我的靠山无。我定讲你毋免靠啊，靠人人走啊，靠山山倒，对吧？靠人人跑，靠山山倒啊！爱瓦靠万军的耶和华，靠瓦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阿们吗？所以你要上帝来甲你看成啊，
互上帝来甲你提升啊！唔通常常要靠家己，因为你若是靠家己，也是靠别人甲你压、甲你杀起你。我甲你讲，有一天别人嘛搁甲你扭落来啦。但是，然后上帝甲你看升，上帝甲你提升，都无人通抵挡你，因为上帝所讲的，上帝负责啊。所以咱看到约瑟带着梦继续往头前行的时阵，约瑟从来无高举伊家己，伊拢将一切荣耀呐归乎上帝。咱长老教会改革中一个最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一切荣光呐归乎上帝。唔通看家己会熬，是上帝正啊！只有上帝予咱的一切，才是真正的祝福啦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有缘有两位小儿，有一位献新礼，也嘛转会籍，希望各位来咱教会啦。这是上帝予咱这些新家人都是我们的祝福。我嘛要鼓励这人，认捌耶稣是一生上大的祝福啊！所以第四点要讲的美梦成真，你美梦会当实现，是超过你所想的、所求的。一个真正对上帝来梦，是值得你用时间去等待，用你的行动去接受的。咱看创世纪45章第7节到第8节，约瑟安那对因兄哥讲，伊讲上帝找我大生恁来。是为着要甲恁留存的种族伫即世间，搁要行伫伊大的拯救，保全恁的活命。安尼看起来，找我到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；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伊搁互我亲像法老的王，做伊全家的主，甲管理埃及地的啦。我本来圣经讲，让我做全埃及地的宰相。你看，今仔约瑟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，伊只敢那属法老那里啊，村里拢伊咧管啊，你甲看。创世纪50章20节，约瑟佫讲：前恁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上帝意思是好。甲边人讲，上帝意思是好啊。有时你唔通掠讲啊，即摆你看个哦，其实上帝意思是好，要保全最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今仔日是新的一年开始，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你有好的开始，你搁刷落来52礼拜、51礼拜，拢是上帝的带领啦。约瑟伊明白，伊17岁少年时所做的梦，毋是为着伊家己的，伊是为着厝里的人，为着伊的家庭，为着伊的家族。更较重要，伊是为着上帝伟大的计划甲目的来的啦。约瑟的梦，远超过伊家己所会当想象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伊对你人生的计划甲目的，嘛是超过你所会当想象的，并且搁较侪时阵是比你想的搁较水、搁较好。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安尼讲，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嘛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安怎较悬伫地。安尼，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所以咱最后来讲，你要敢做梦，嘛勇敢去行动。甲别人来讲，你要敢做梦，佮勇敢去行动啊！50年啊，这间教会50年，你还佮有梦无？哎，少年人才咧迷茫，我老啊，我免梦啊。上帝讲，老年人要做异梦啊，年轻人要有意向啊。我相信上帝予咱继续有迷茫，对无？我定鼓励咱迦南教会，唔通用500人做满足啊！
甲边人讲，咱要成做一间千人的教会啊！那就是把倍增的恩典、甲倍加的恩典收束给你，倍加到这间教会成做1000人。真的，这个梦你不要小看这个梦，你唔通轻看这个梦啊！10年有成，你好好打拼，10年就会成啊！阿妹啊！大环境更较歹。失败的次数搁较多，但是只要你勇敢做梦，就算讲你无真肥的土地，但是你要用大热情来压落这种子，用信心来灌压。我想你的梦一定要当生出搁较有梦的前途啊！迦南教会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，你伫这个中间嘛，不是偶然的，今日坐伫遮拢不是偶然的啦。因为这是上帝亲自的引带较大呢。你是迦南教会历史的创造者，迦南教会上帝通过你要做伙来起造这头前的历史。咱拢捌听过导演李安，你捌听过李安无？伊电影可能嘛看过几啊出啊。李安伫伊还未出名以前，你知影？片商啊，迄片商啊，拢无愿意出钱来甲投资啦。伊做英美代志吼，英无代志吼，伊出年6年久，6年。伊家己写讲，伊伫6年内底拢规工英毋知要创啥，一直到1991年，伊拍一出电影叫做《推手》，得到新闻局优良剧本的奖了后，哇，才开始改变啦！哇，真侪片商，才发现有这个人的存在啊！伊一直有一个电影梦，伊一直有一个电影的梦啊！伊梦毋是迄阵开始，足早就有啊！对伊家己写迄种，伊对足少年，但是伊都一直这个梦，伊就是想要拍足好的电影。但是这个梦哦。拢无法度，因为伊其实摕出来拢无人要接受，无人要甲投资啦。但是1991年了后，才开始有转机啦。但是嘛毋是开始拢搁足顺利，一直到2000年，伊拍一出电影叫做《卧虎藏龙》啊！哇，这出个得奖啊！伊的名声搁开始起来啊！到2年外前，搁一出。2012年有一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吧，哇，这咱都知影。所以李安是伫柏林影展的历史典馆，唯一一摆会当唯一一个人会当2摆得到最佳电影导演奖的人呢。柏林影展。另外，伊也是目前为止会当伫奥斯卡奖、英国的电影行业奖以及金球奖3项世界性的电影的颁奖的中间，得到最佳导演。特别是华人的导演中间，伊是唯一的一个啦。如果伊若因为挫折，因为无人看重伊，因为伊的困难，伊就放弃，伊无今仔日的成就啦。兄弟姊妹，你嘛共款。当上帝看重你的时阵，毋是你为什么才调，毋是你替伊做什么，甲边讲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囝子，你甲边讲，因为你是。你的核心身份跟价值就是你是神的儿女，安尼啦呢？因为你是上帝囝，就亲像你的囝儿拄啊细，今仔就有幼儿啦。我甲问我今仔幼儿才6个月要洗礼啦，疼命命，惜命命，你是上帝心肝宝贝仔囝，阿们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你所有的梦，上帝伊知影。所以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你若要眠梦，你若要做梦，要梦较大咧。就像迦南教会，有梦就梦想大一点。第一，你要大的梦，会当改变你所问的问题。有时咱在遐咧问问题，上帝安尼，你拢问迄种的，毋是对的问题。你要问迄个更较大、更较重要的问题，因为你的梦想越大，你的问题就愈深入，你的问题就愈精彩。因为一切问题答案是耶稣基督。
上帝会当解答你一切问题，不怕不会成，只怕你没有梦啊。第二，大的梦会当改变你祈祷的内容。甲边的人讲，大的梦会当改变你祈祷的内容啊。有时真侪人遐就讲啊，我祈祷来祈祷去，都唔知要祈祷啥呢？哦，无内容，因为你没有梦，你没有意向，因为你有更较大的梦，你都唔知影讲我要来找我的答案伫对，所以你不得不，你一定爱倚靠上帝。所以你要倚靠上帝，你都爱祈祷，所以就改变你祈祷的内容啊。上帝要丰富你的生命，对祈祷开始，阿们。所以今年到新的年，你要更较温困来读圣经话，你更要较迫切来祈祷，将你所有一切，将你的家庭，将你的事业，将你甲囝儿的关系，将你的四大人，将你所有伫即场爱做的工课，拢交代给上帝。特别你伫教会侍奉。特别咱有教会今年50年要继续往头前所走的路，你也迫切来祈祷，安尼吗？你愿意讲阿免吧？假使讲你的梦啊无大，甲你需要倚靠上帝，安尼个祈祷，主啊，互我有更较大的梦通做啊。第三，大的梦会当改变四周围的人，你安尼讲来，大的梦会当改变四周围的人。你看约瑟。因为迄个梦有够大啦，后来一开始无人相信，但是后来大家知影，伫上帝无恶正的事啊，连伊的老爸，连伊兄弟拢相信啊。伟大的梦会当感染你四周的人，伟大的梦会当影响你四周的人啊。有梦最美。有梦甲你三角伫地，上帝要替你正。因为你所问的问题，因为你所祈祷的内容，因为你所经历的新约基础，来感动因，来感受到你生命的改变甲更新，所以就羡慕，因就意爱来认捌迄个帮助你，迄位上帝是啥？嘛因为这种感动。互你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用生命来改变生命，阿们。生命的灵魂是上帝创造的，但是生活的精彩是你家己当规划啦。你看那个蚕，是不是要破茧了，它才能够变作芽嘛，对吧？哈。你看那细只鸡啊，一定要咔，迄两壳。破破去了对不？出来了有一天变做大只鸡啊，对不？人必须要先突破你心内迄个围墙啊！我就感觉咱家己拢家己做一个墙，家己围条条。你毋是亲像有些开始关伫家楼呢？你要突破，你要出来，你不要自己囚禁自己，你莫家己关条条啦。你要去探索围墙外面的世界。要祝你成做一个敢做梦的人，勇敢突破的人。我嘛亲信咱的教会愈侪这款的人，加入伫咱迦南教会，我相信咱的教会会极大翻转甲突破。上帝要互咱的梦会当得到实现啦。这间教会是一个有梦的教会，一直有目标。我一直看到头前大概都拢有写目标，咱过来要安那成长的目标无？这拢是真大的梦，但是我甲咱讲，梦会当更较大一丝啦。找出具体和上帝带领的方法，伫这间教会，上帝必定帮助咱。无论你的梦是甚么，上帝对你所存的念头，超过你所会当想象的，嘛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搁一摆甲兄弟姊妹讲，唔通因为环境的困难，唔通因为别人的阻挡，唔通因为时间的拖较久。一旦你放弃你的梦，就是放弃上帝予你的印象啦，将你的梦该画出具体蓝图。我亲信迦南教会是一间互上帝拣选的教会啦。咱嘛若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，是
真尊贵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。咱若是会当存吞忍的心，继续倚靠上帝，抓条上帝予咱的应允，安尼咱会当看到美梦变做真实，并且比你想象的更较伟大甲荣耀。迦南教会会当成做一间荣耀的教会，成做一间典范的教会，是互上帝用的教会。毋望咱伫新的一年，勇敢为着未来来做梦。若是你有梦，你爱为上帝做更较大的梦。当心来祈祷。先来主，阮感谢了你，因为你真疼阮。过去50年，有遮尔多辛辛苦苦流目屎行过道路，阮孝顺遮个上帝予阮的恩典算袂了。伫头前，主你要继续引带阮，继续跑走的时阵，阮恳求施恩的主，甲阮每一个兄弟三角地地，因为阮是你受拣选、你所疼的家子。主啊，阮要抓条你予阮对顶面来的旨意。阮照你所予阮的梦，甲阮所要行、所查的表来跑走，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